大家好，我是罗生彪。从这一期节目开始，将是一系列关于占珠古仁波切生平故事的视频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占珠古仁波切是在全世界备受追崇的佛法大师。但仁波切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呢？相信很多人也不太熟悉，但又很有兴趣想知道。通常一位有着像仁波切那样的显赫转世系谱的高僧，都会出生在条件都还可以的家庭，从小就被接回寺院去，开始寺院的生活，然后被栽培成为成卷再来的转世高僧。但占珠古仁波切的经历却非常不一样，跟我们常人想象的恰好相反。占珠古仁波切是在1965年在台湾出生的，但他一出生就是个孤儿，并不是因为父母双亡什么的，而是因为他是没人要的私生子。仁波切的父亲当时是一位已经结了婚并有了孩子的西藏男子，当时他应该有20多近30岁了，而这个西藏男子就在台湾工作时认识了刚20出头的一名蒙古女子。这名男子瞒骗这名女子关于他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有家庭的事实，一来二去，这名女子就怀上了仁波切。之后真相暴露了，他们俩根本不可能结婚，就分开并断绝了关系，从此不相往来，而生下的男孩也就成了私生子。大家要知道，在60年代的台湾，社会风气还是相当保守的，不像今天单亲妈妈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除了社会风气保守，这名女子还是蒙古皇室的成员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名公主。这里先说一点蒙古历史。蒙古有3大族群，其中一个族群就叫图尔扈特 Torgut。 在40-50年代兵荒马乱的时期，图尔扈特的皇室家族就从蒙古地区逃亡到印度，然后辗转到了台湾，并在那里定居下来。所以这名生下仁波切的女子就是图尔扈特族皇室的公主。当然，皇室公主有私生子这件事儿，在当时可是个天大的丑闻，她也因此而受到族群的种种羞辱。所以在族群的压力之下，这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要的了。这名公主在跟她的母亲商量之后，便决定把那个孩子交给别人照顾，然后每个月给50美金的费用。照顾这个孩子的人是一名已经有3个儿子的妇人，她跟她的丈夫和3个儿子就住在台北市信义区的一栋破旧的3层楼建筑物的顶楼。仁波切在那名妇人那里度过了几年非常不人道的生活，这点我们之后再细说。仁波切的母亲，也就是那名蒙古女子，她在怀着仁波切的时候，却有很多不寻常的征兆出现。在她怀胎期间，她经常梦到一头小白象走进屋子的庭院，然后她就把那只小白象绑在一棵树旁。这是非常吉祥的梦，因为佛陀释迦牟尼在出世前，他的母亲也经常做类似的梦。大象在佛教里是吉祥的象征，所以当母亲经常梦到大象，就表示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不是凡人，而是圣者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因此在多年后，当仁波切懂事后，他的母亲就告诉仁波切要经常把一头象鼻高扬的白象带在身边，因为这样会为他带来好运。而在生下仁波切的前一天晚上，仁波切的母亲还梦见很多高僧来到家里举行盛大的法会。在他分娩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痛楚，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，这又是另一个圣者转世的征兆。因为圣者之所以是圣者，因为他将是为众生带来快乐，而不是带来痛苦的人，所以在圣者出世的过程中，他也不会为他的母亲带来任何痛苦。就这样，在1965年10月24日，在台湾台北市的荣总医院，
一位转世圣者占都古仁波切诞生了。因为母亲是蒙古公主，所以仁波切就被取名为伊斯卡明王子 Prince Iskamind， 这是占都古仁波切的皇室名字。仁波切的皇室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的是成吉思汗父亲的结义兄弟，一名叫王翰的古代蒙古将军。在近代1913年刚成立的外蒙古及中国新疆分割新阿尔泰区，图尔扈特王子帕勒塔，也就是占都古仁波切的曾祖父，就在20世纪初成了新疆的管制者。帕勒塔王子的儿子明亲王，也就是仁波切的外祖父，曾经在1932年率领大批随从从蒙古长途跋涉到藏地，前去拜见第13世达赖尊者，并献上了金条。而第13世达赖尊者也将班禅大师的法帽回赠给他们。在40、5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，明亲王便携带他的家族逃亡到印度，然后再从印度去了台湾。明亲王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女儿就是占都古仁波切的母亲。仁波切的母亲曾经回忆说，在仁波切7个月大的时候，曾经有寺院的僧人去他们的家探寻，并认证仁波切为一位高僧的转世灵童。那些僧人请求把仁波切带回寺院接受佛法教育，但仁波切的母亲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他说，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一名转世高僧，以后他自然会找到自己的修行之路。其实仁波切的母亲真正顾虑的是这个，那就是每一位在寺院出家的僧人都必须登记父母的名字，而仁波切的母亲不愿意公开他父亲的名字，所以就拒绝把仁波切带去寺院的请求了。好了，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在下一期的节目，我将继续给大家讲仁波切小时候的种种遭遇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更多佛法，可以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.tenrinpoche.com/l/cn。谢谢大家。